世界万行带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真。今日摄影棚内面会使讲是芳广告，讲到台湾的美食是介出名，但是出国比赛是会安怎？国际标准甲咱台湾安怎比拼？安怎来看待？文化的自尊传统是爱建立，但是上界老实是咱的喙齿。今仔日要来讨论安怎铺排台湾咱一味。首先，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。頭一位是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詹品聰詹老師。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呢，是咱的飲食作家陳靜怡。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呢，是咱餐廳的業者陳超文。大家好，你好。那麼請三位來吼，除了現場吼，即馬還有一個芳廣告的物件，要大家看。哇，有白腸，也有即個小卷吼，真芳。主要是要來講起着講哦，最近哦一連串除了米其林吼，啊個500盤吼，啊個講到講台南人咧排隊食牛肉湯，牛肉湯啊是可體的，吼很可恥。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尤其啊。台南在今年公布的米其林的指南內面講，既然無一間餐廳的入選啊，台南市政府吼最近辦了一個我心目中的米其林的票選活動啊，整理30位的這個市場，50個檔來介紹台南的料理。意思哦，是要讓大家來看講，雖然我無入選到米其林，但是我無介意這種行銷的方式，對着台南人講。唔通互知影到底是安怎？到底來看覓。今日台南当菜市場內面，一透早民眾就特別多，除了要來買菜之外，有的是特別來買特色的美食。他們那個台南的人介紹的，所以都會來吃。民眾排隊買就是這間潤餅糕，綠色的餅皮搭片來壓，和外地人是一個傳一個。而這間潤餅糕嘛是這次台南票選活動的拖上之，不過市場另外一處古早味的擔麵，雖然嘛是票選的拖上之，不過煞是驚名聲愈來愈大，會賣袂過來。是講老主顧若顧會調就好啊。吼，啊你食我一碗麵吼，至少愛等20分鐘嘛。恁若甲我保喙吼，可能愛等1點鐘。伊若推動這米其林來講吼，真正袂歹，這個構想吼，這對市場嘛有幫助。2022年，台南米其林自然無入選，引起民眾的討論。為此，台南市政府是家己來辦我心目中的米其林票選活動，整合台南30個市場、50個檔位，要來找在地美食。不過活動一出來了，民眾看法無同。其實在地的台南人覺得，這些好料的就留給我們自己就好了。然後，其實我覺得台南的美食，其實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啦。啊，其實現在辦這個活動，我認為是錦上添花啦。花了相當大的這個努力，讓傳統市場跟我們超市其實看起來都是一樣進去裡面感受也是一樣，都是清潔明亮又好走隱身在市場裡面的美食，也值得你來去挖掘。家己來辦在地米其林的票選活動，要找在地美食。雖然有民眾看法無同，不過台南市府小共希望透過活動，會當讓在地民眾找到家己心目中的米其林。記者鄭雲淡報道。講到這吼，喙齿的感覺吼，實在講，每一個人都無共款。哦，你的好食，啊，甲我的好食，有當是差別真大。但是一體上，還是有一個客觀的標準，這咱不得否認吼。啊，真正咱來看，這2022米其林的指南，哦，台南頭一擺講久去，哦，啊，有人講是因為無變數，是毋是安尼建議？我感覺這米其林伊的這個鑑定吼，有一個標，講伊一個初衷就是講為着這個觀光客伊方便的這個含口的餐廳，所以來講，上好是會當講對觀光客來講是較友善的這個方向。所以講，這個好食無好食這項代志，無一定是有直接的關係。所以這個評鑑內面，無一定講好食，好食是一定好食，好食是一定好食，但是有優先觀光客，這個標準愛入去。是。哦，所以這是主要的精神。我感覺這是主要的精神。
哦，所以米其林啊，那其他咧，啊，还有咱咧看意大利吼，意大利啊，还有红虾啦，是，哦，啊，还有什么？咱台湾啊，还出咧五肉盘，吼，这同款的标准吗？还是讲有其他的这入味的装置？其实咱台湾哦，你讲有这个评价，就是美食的评鉴来讲哦，就早的有啊，吼，像2007年的时阵吼，交通伊就有办一个台湾餐馆的评鉴，是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当然其他地方上的啦，吼，譬如讲这个台北的牛肉面节，吼啊，这个中华有孔肉饭节，啊，云林伊有卤肉饭节，伊拢有足侪评选，啊，这个评选就是伊讲好伊家己的这个伊家己的条件啦，所以讲大家看伊这条件的设定是啥物，哦，来决定讲伊这个伊票选出来是讲伊鉴定的这个店家，伊的这个伊是安怎入选的，吼。啊，伫外国来讲吼，咱当看讲，其实伫这个日本来讲吼，伊有一个叫做台北乐谷，台北乐谷是2005年的时阵就开始成立。啊，这个美食的这个票选内底吼，伊其实有差不多84万间的餐厅内底，伊其实84万，哦，所以伊到即摆已经有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嘛吼。啊，伊即个每一个月的 page view 差不多20亿改，20亿改，啊，20亿改嘿。所以讲就是用即个方法，甲即个咱即讲在米其林的评选的方法就无共款，伊就是讲每一个人去食过的人，伊拢会当家写一个评论的。对，所以讲伊是一种大数据的概念。哦，啊你就是讲你评选的人愈侪来讲，伊更加有可能是客观的。是。好，啊，这是即个日本的部分啦。啊，毋过这问题是即摆嘛是足侪人感觉种这无一定是上公平的方法啦，啊无一定准。啊，伫中国大陆吼，因差不多伫2018年的时阵，伊有一个乌丁珠的餐厅。乌丁珠啊嘿。迄个评鉴吼，啊，这个评鉴来讲，伊当初是差不多即摆来讲会选22个城市，内底有283间入选。哦，啊，伊较早几年的时阵吼，伊其实佫有甲美国的纽约啊。法国的巴黎，啊，佮其实嘛台湾嘛拢囥入去内底，嘿，啊，是即几年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就是敢若囥即个大陆的即个餐厅尔，嘿，按其实餐厅来讲吼嘛是有3城左右拢是咧我伫咧即个香港甲澳门即2个所在，嘿，所以讲伊嘛是有家己的评选啦吼，啊，伊这评选伊嘛是有讲1粒酸椒、2粒酸椒、甲3粒酸椒安尼。啊，像1粒酸椒，就是讲，你聚餐的时阵会使去，吼。啊，2粒酸椒，就是讲你即个有特别的节日的时阵，哦，可能结婚纪念日啦，吼，即个会当去。啊，3粒酸椒，就是讲你一生上少要去1摆。一定要去1摆。嘿，因为有这种标准。是。所以这项吼，经营餐厅我们用超人。经营餐厅的人，敢有真爱？头到咱看迄大内面讲，吼，你若甲我报出去，本来你要等20分钟，我即摆你就要等100分钟。你敢有爱人爱你甲你报甲真兴真旺，还是讲有主顾客转来就好？啊，逢宾感的时阵，有当时有入有无入，像以早超人做的素地洞，嘛真侪人爱食，但是呢，伊就无爱参加，这导致什么理由？我感觉这是一体两面的哈，就是我做餐厅已经22年了，就是一开始我做餐厅是为了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，那有这些评鉴这些东西，或是有杂志报道、媒体报道，我觉得有时候对我来讲，不是好事，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跟别人觉得我做的好不好，我觉得这是2件事。我应该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喜欢的客人，去慢慢的经营才对。
而不是说我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报道来了一大堆我不认识的人，那我反而会忘记了我本来喜欢的那些人。有时候这个是一个毒药，有时候是一个春药，有时候是一个毒药，有时候春药。这个要回头来问曾老师了哈，就是说这么多的评鉴标准，其实不外乎哦，因为张老师哈是基本上是对咱台菜哈开始来做研究，咱台菜的历史哈，但是这寡评鉴的标准内面，哈，他都要正义也讲啊，这有的是以观光客的标准来看。啊，观光客当然啊，唔知啊，什么叫做台湾味嘛，哦，啊，但是咱要表达讲啊，我这是台湾味，但是米其林也好，还是红虾也好，伊无一定知影讲，啊，这就是台湾味啊，啊，到底什么是台湾味？哦，我先讲吼，就是讲咱台湾对这个评鉴吼，这个评鉴是足侪种的，啊，伊的表现的伊的注重的标准是无一定共款。嘿啊，所以你无法度讲每一个评鉴拢已经会去符合伊，嘿，啊，这是真困难，嘿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咱嘛爱有家己有自信，讲咱上重要的，咱的文化是啥物物件。那事实上对台湾来讲，台湾的迄个台菜吼已经发展真久啊，嘿啊，并毋是咱想的讲，拢敢若酒家菜尔，事实上伊有真丰富的历史啊，交伊的文化内涵，但是。这几年来吼，慢慢的去简化，啊，简化就是讲，啊，愈紧去上菜，嘿，啊，个是讲，啊，个袂较俗，啊，所以伊的料理的方法吼，就愈来愈简单，有当啊杀一个，有当时啊是干啊吹一个，啊，讲这是原味安尼，嘿，讲这是原味，但是伊的背后就是讲，伊要省这个人工，省工搁较紧，啊，甲省成本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吼，这个台菜这几年，差不多20-30年来吼，一直咧走向迄个方向。啊，这真可惜。啊，这像咱即摆即个台南政府共款哦，就是讲，伊要推广这个台菜，但是伊推广的是市场内底是啊，是啊，交一寡单，啊，交一寡小食吼，这是真重要，无毋对，这是原来咱台南的代表。但是台南嘛有一寡真好的餐厅啊，爱安怎互因的文化会当互大家看到，阿夏也好，阿美也好，欣欣也好，因嘛是因的历史嘛是真久长的。因较早的一寡菜路，一寡老菜，即马根本无去啊。是啊是啊，啊如何来保存这个老菜，啊，互大家人知影讲台湾台南的食的特色，这个老菜的特色是啥物？反倒等下这是较无人去注意的，啊，这是我是感觉这是真可惜，咱会当努力的。啊，主要讲要评鉴的话哦，咱是毋是会当考虑讲？是有一寡评鉴，毋是讲一定是商业性的，也是讲是旅游性的，嘛是会当有一寡文化的价值去放伫内底一寡评鉴吼，咱家己发展出来，当互咱家己讲，咱的物件就是有啥物款特色。哇，老师讲到这个，因就两个问题啊，一个就是吼美食吼，到底是单位无看过的这种小食吼，还是食堂内面、餐厅内面的这种老菜较搞工的？都一种，两种拢好，吼。但这两种是啥物关系？静怡，你也走这个美食的新闻啊，走真久。你若有当时买走小食的好食，会真好食的新闻，嘛有当去食迄个 fine cuisine， 好嘛，真这个真高级啊、高端的这到底这两个之间，恁有咧写的时阵吼，这个好的好在哪里？你安怎来分辨？我感觉其中上对我来讲啦吼，差不多20年的时间，去采访这个店家，我感觉上重要是态度问题。就是像卡瓜珍老师伊嘛是有讲到吼，即摆因为人力啊甲时间效率这个问题，所以讲不管是这个店家，就是讲小食大，还是讲这餐厅来讲，其实拢有欠人工这个问题。啊，伫这个问题之下吼，足侪人就是讲，伊开始会叫变的来。哦，譬如讲，有的餐厅伊有即个姜丝，啊，较早来讲姜丝就是家己切嘛。啊，毋过即摆姜丝有的就叫变的，啊，叫变的姜丝，伊是嘛是看起来是姜丝，啊，毋过伊的芳度甲伊的即个咸度就是无够啊。啊，所以讲就是讲，不管是高级的餐厅，还是即个小食吼，拢希望讲因的态度是真认真的，啊，而且就是讲会当甲实在原味会当保留落来。这
这点是我感觉是上重要。所以你咧采访的时阵，拢看这2点安尼。嘿，因为讲不管是讲你讲卖较俗的店家来讲好啊，伊嘛是会当较认真的，毋是讲啊你卖俗啊，所以讲就是头工减了安尼，啊慢慢的走未去。啊，而且我感觉较佫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像这小食的单来讲吼，就是较早就是一代传一代嘛，啊，即摆来讲就是讲少年人要食的有的是较无啊，所以讲这就是有的滋味就是会去无去，会断层去。嘿，对。会断层去哦，这个我要问一下超人哦。咱头仔也讲到讲，这个一般的这个庶民小吃啦哈，小食啊甲精致啊精致美食这2个之间哦，你过去做餐厅嘛，真侪个小食的物件，甲放做讲伫好好的餐厅安怎来处理？咱小等要来看讲，这一般这个饭汤啊，还是糜啊、咸糜啊，安怎会当来创精致哦？你家己的这个经验甲看法？哦，一般我们一个餐厅哈，就是我一天搞不好只要很认真对待30个客人就好了。可是当变成你得到米其林以后，你一天可能要对待3000人或300人的时候，那你要切姜的这个初心就会因为这样不见了。这个也很麻烦哈。对对对，因为呢，我本来30个人，我买一个姜好好的慢慢切，厨师还可以同意。当你要做300个人、3000个人的时候，你要这样切的时候，厨师就说对不起，我不干了。那或者是说，老板也卡在中间，没有办法说好算了，让你用叫的好了。那叫的姜呢，我们都知道泡过药水，然后它不会有香味，可是客人就不会 complain。然后呢，美食这2个字其实很重要，就是食，我们是要食还是要美？就是说，那这2个字要摆在一起呢，一定是你要有刚刚像教授讲的一样，你一定是吃饱了，你有多余的时间，你要去探讨它，你要去深化它。像寿司以前是送快递的人在吃的，所以他要触饭，然后他放1块蛋白质，有淀粉，然后我很方便。可是东京人富裕了以后就说，我们不可以这么低等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江户钱，所以你不能沾酱油，这些都是经过演化。那如果我们的演化是越来越快速，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多观光客来吃，我觉得这就会变成一个很脏的威尼斯。哦，这看起来嘛是一个危险吼。老师有这种看法无？就是讲过多的评鉴啊，吼，过多的观光客来，就譬如讲，我所知哦，譬如讲树林夜市啊，哦，阮细汉时的树林夜市啊，是真多元哦，吼，一日去一豆干，吼，桌边是大饼包小饼，正手边看一个是炒花鸡。后面佫有啥物叽卡卡的，哦，足侪项啊，而且吼有一个特色，食碗内啊看碗外，吼啊拢有咧斗市，吼整个夜市看起来真多元。结果来了，我毋是讲中国观光客歹，但是一来伊就指名3项，一种就是生炒花枝，哪有生炒花枝啊？一个甜不辣，一个大饼包小饼，所以。其他的人就无生理，无生理了后，伊单啊就卖出去，啊就来变做，伊嘛是生炒花枝，变做多元化才降价落去。这种吼评鉴还是传销的这个代志，到底对咱台菜，尤其老师他讲，这老菜的消息，吼，除了这文化性的评鉴，或者是讲像静怡这种，吼，较有这个质感的这个美食作家，吼来写这种物件，咱一般人。安怎来食这个物件，看这个物件咧？一般来讲哦，咱这个方向哦，这是真普遍的，就是讲每一个所在拢比如讲中华肉丸有名以后，真侪去到中华，你就看这真侪肉丸店都开始出现啦。这毋是讲无好啦，这有当时啊吼，因为真侪肉丸店开始竞争吼，伊慢慢来塑造出伊的特色，伊才变伊的特色。但是真侪一寡迄个小吃吼。其实伊嘛是咱台湾人，最主要就爱消费者本身吼，伊嘛是爱有一寡自觉，就是讲你怎定定去食这个同款的物件吼，其实愈来会互咱的这个文化吼，愈来愈算讲是愈来愈
较浅，愈台版，嘿，愈来愈台版啊！你吼，嘿啊，所以事实上，咱有当时啊吼，消费者袂当讲一直要求这个业者，消费者本身吼，嘛要有培养迄个感觉，就是讲真侪菜料，有当时啊，咱会怀念，咱会想要去食看卖咧，嘿，那这种袂当讲干那讲一直要食迄个人爆出来好食的去追求这种。你说真困难呢。你做来消费者家己讲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去追求这种迄个流行的物件吼，啊，无法度去自觉，去家己发觉讲，咱事实上咱有一寡较怀念的物件，咱会去想办法，往咱家己做，还是讲去找这个庄卡有点有一寡较偏僻的所在，社团的物件。咱有这种心吼，咱的一寡文化，就较有法度去留落来。安尼，这就要靠情谊，像这种作家啊吼，才有通来写这种物件，互大家啊，就讲你唔通，因为这是对情谊这种作家来讲哦，其实是真挑战的吼。因为啊，这什么爱吃鬼，什么有的人真济，这个部落客吼，哦，写这吼，啊伊就一工会当去2位。去3位，啊，就写甲大家落去，真侪人即马要出去外口食，去甲都市拢是看即种，吼，因为较近嘛，啊有相片 ，IG 有通看。恁对恁来讲吼，恁即摆策略是啥物？除了出册，较沉重、较有分量以外，啊，要安怎甲消费者讲？因为即摆我看真侪人讲好食，但是2字好食。吼，啊，无就迄个什么玩家迄种的吼，你讲哦，我这个口感伫嘴内安尼慢慢啊化开，片空腔安尼，搁较讲落迄套。但即种物件，这可能也小咱会问超人吼，咱这安怎来体会美食即种物件？啊，恁咧写的时阵，除了注重伫遐你讲的即个诚心吼，啊，有用心之外，恁会注重啥物物件？我感觉吼，这就是饮食甲美食无共款的所在。好，饮食就是讲，就是敢若来看咱所有人，有的人有悬有矮啊，有肥有瘦，这就是人嘛。啊，若是美食，就是敢若是咱看到帅哥美女安尼。啊，帅哥美女拢是大家介意的。啊，当然嘛是足侪即个注目。啊，不过其实咱若真正要看饮食即个物件的时阵，就是其实每一项物件。嘛，当然好食是一定爱有啦，啊，毋过就是讲会看这食物本身，伊的背后是啥物？譬如讲，其实这个食物吼，我感觉拢是一种了解对方的一种方法，或者是还是讲了解历史、了解风土这个方法。所以讲有当时哦，咱像咱讲到这个冰淇淋好啊，啊，台南的冰淇淋敢有啥物无共款？伊背后的，伊可能是甲伊这食材有关系，甲风土有关系，还是安怎呈现，甲即个意大利的 gelato， 还是甲这美国的这种乳脂化比较强的冰淇淋，咱敢有用家己的方法来甲说明，然后来甲大家对话，这嘛是我感觉是最重要的部分啊。所以讲，真正。写写足侪当了后，我到尾嘛是发现讲，其实上重要是了解背后即个精神啊，了解背后的文化。像我顶届是有采访到即个台南的担面，啊担面内底啥物上重要？其实是肉色上重要，因为肉色伊关系着讲即碗面伊的即个风味。啊肉色内底啥物上重要？我俩阵讲哦，你爱是用啥物糟头肉，啥物货？伊讲毋是，其实是红葱头上重要。啊，红葱头是安怎重要？伊讲伊这芳开的来源啊，吼。啊，这红葱头还是选倒位的，就是选咱嘉南平原，吼，即个所在有炎地的即个红葱头，伊的甜度才有够。盐分地带的。嘿，对。是，这就是风土。对。哦，这咱他拢看即个风土条件。法语啦吼，咱国际化法语啊，贴画吼，这法语啊叫贴画。但是吼，譬如讲法国人对着贴画伊个定义吼，就是讲 Burgundy 所在的即个葡萄酒吼，有即种差别的现象啊。可能因为呢，两位吼小共款的土壤吼，啊甲地势哦，啊而且吼拄着即个日头无共款，啊因素也无共款，所以就真侪即个酒吼。
这部分吼，这超人当讲真济。咱来讲这吼，台湾嘛有咱台湾的风土啊。超人，你的看法？刚刚静怡讲的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所有的美食、所有的食物都要跟生活方式有关系。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没有仪式感，也你不在意它，然后你现在追求的就是说，哦，这是西班牙来的猪，然后这是法国来的鹅肝。我的意思说，那我们自己是什么？像冰淇淋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用一个国际标准来看冰淇淋的时候，那全世界的标准是一种冰淇淋最好吃的。那小时候的把布就不是冰淇淋了。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很自卑的地方，就是我到台南去，变成最好吃的是抹茶冰淇淋。那我是从京都来的游客，结果我吃到底是台南的抹茶好吃，还是我京都的抹茶好吃？想问老师，这到底是对呀，不对呀？对，那其实连日本人自己，我很多日本朋友就说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吃台湾的抹茶，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笑的地方。是老师，这就是咱讲到种台菜文化自尊吼，还是台湾的假设的这个物件，这个文化自尊爱对建立起来咧。这是哦，这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啦，哦，这真大的问题，就是讲，我头拄讲的，就是讲消费者吼，我哪有自觉？这个自觉是爱培养的，你要有迄个真侪乡土的教育吼，从细汉你有迄个经验、生活经验，你较有法度去理解这个美食背后的这个文化。我举一个例啦吼，就是讲，咱即摆要推广咱的沙巴鱼，沙巴鱼伫咱台湾真重要的，但是咱的沙巴鱼拢卖拢是煮沙巴鱼汤、沙巴鱼糜，无啥物变化。那要就无法度甲咱的沙巴鱼甲加值吼，比如讲较高贵的物件。那有的人就是要想要推广，甲迄个沙巴鱼吼，要啊，互伊变做搁较高贵，嘿，啊，互人较侪人来想要来欣赏。那有的人少年仔就转来就讲，我学的是法国料理。所以我用法式的来做咱的沙巴鱼，我都有捌听过这种讲法啦。但是安尼就无法度去，咱食起来，咱就算咱老一辈食起来嘛，感觉真奇怪。为什么会去这种菜式？我无法度。是，那这就讲咱对生活文化不来，是讲咱像咱来讲，就咱台湾吼，嘉南平原吼，沿海所在吼，实际上。每一冬吼，4月到5月时阵吼，暗过就收成了后，伊就来生做咸粿啊。那咸粿啊，煮拄啊好，6月出来迄个沙巴鱼吼，咸粿啊煮沙巴鱼，迄是上好的一种上怀念的物件。所以如果吼，即个少年仔会知影讲，咱事实上咱家己有家己的料理的方法，有咱的风土，所以会当甲即个物件吼重新甲。伫这个基础上吼，进一步去甲改造吼，安尼反正等下，毋是互咱老一辈咱台湾人会当食到这个在地的原味俩，佮会当互咱了解这个风土，这个嘉南平原沿海所在的生活的方式。所以这种这是咱较早吼乡土教育一直真欠缺，真欠缺的物件。咱即摆咧讲108课纲受用，这就是受用嘛。是，系啊。所以咱即摆有要推广这个食农教育，我是感觉这真重要。但是除了食农，就说对田畦到这个餐桌，从田园到餐桌以外吼，中的迄个文化生活方式，较早乡土式的精神吼，会当互大家去理解。我举一个较例，就是讲，咱即摆真侪人吼，少年仔毋捌去食迄个板豆的。像我这个50几岁以上吼，咱就知影讲，板豆这个物件吼，每一项菜出来吼，有伊的意义。你用鸡啊就好，起鸡的意义。啊，你上尾啊就一个丸仔汤，还是一个圆仔汤，就是讲这个宴会的了。所以伊每一道菜出来是有伊的意义的。啊，所以伊的展演的过程吼，12道菜安怎展演，伊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文化的吼，内涵，对。但是即摆少年仔毋捌食过板豆。所以，伊就无法度去掌握到这个文化的精髓，伊就无法度变出咱较早迄个一个逻辑出来吼。所以，伊就无了解，这是真可惜的物件。所以，如何来互咱大家消费者，也是讲咱业者去慢慢熟悉咱的在地文化，这是我是感觉这是真重要的。是，我嘛真惊讲吼，咱建讲过去，
少年人听到讲啊，恁这个老板的拢见讲讲过去，正义，恁咧写物件的时，恁咧看物件的时阵，嘛是敢有这种感觉讲，我写这个少年人敢会看，还是讲恁就感觉讲，啊，这是文化使命，啊，要写的时阵是要哪落笔，互大家来感受讲，头仔詹老师所讲的这种物件。我嘛是真正有遇到这个问题啦吼。譬如讲，我去这个大学演讲，啊，这大学生甲我讲，我就讲到番薯糜，伊讲伊已经3年半毋捌食过啊。我讲啊，你顶一摆食是伫倒位？伊讲是伫阿嬷因兜。啊，我讲食啥物料？伊讲着食肉酥啊，啊煎一粒卵啊，啊个肉干安尼。啊，听起来嘛是拢是即种现成品啦。所以讲，即个食糜的即个文化已经有遇到即个断层的问题，就因为即摆饮食西化的问题，好，所以讲即摆的囡仔可能拢食蛋饼啊，食汉堡，食三明治，还佫食一个奶茶，好，这是因普通的生活已经是变做安尼啊。啊，要安怎互因会当重新会当讲去了解到咱的即个饮食吼，其实是我感觉是实做比较重要，就是讲。互伊直接食看卖啊，互伊感觉讲，这有倒位好食，啊，甲伊的生活有啥物关联？所以讲，其实来讲食糜这项代志，敢若讲，伊只是换一样菜色尔。啊，过其实是变做是讲，咱即摆囡仔甲伊的阿嬷之间已经无法度沟通啊，有就是所在是没有办法沟通的。那就无法度啊，无甲阿嬷住到底，阿嬷无迄个机会，然后再去食糜啊。即我问超人吼。像这种物件，即文化你若做过去咧，做了真侪菜吼，希望甲过去的物件会当用新的这个精神，这转变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思考是啥？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生活的方式来当底蕴。像刚刚老师讲到番薯，我在日本看过电视节目，他把日本所有的番薯品种讲出来。就是有的是黏的，有的是甜的，有的是干的，有的是松的。然后他把所有全日本平均喜好分布的番薯品种，然后他们会讲说啊，其实最好的已经失去主要的是 market， 然后大家都爱吃最甜的。还有像台湾很多食物里面就说烤鸭要放 cheese， 啊，所有的东西都放松露。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台湾本来长出来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发展是不是好或坏？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用平常心看待的。就是你的底蕴如果够厚的话，这些都是花火，它一放完就结束了。你还是要回到平常的时候，那个才是长久的。就是像80年代 disco 出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摇滚乐歌手就说这是什么狗屁，结果最后我们现在会怀念80年代。所以有些事情是时间。当时出来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事，是个狗屁。对。可是当过50年后，它搞不好是一个 legend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们自己本来生活里面土壤长出来的是什么，我们没有充分的了解，也没有充分的教育，那这件事就很难有厚度。是。老师，这讲到厚度哦，你才上厚。对着这个点解对台菜开始吼，台湾菜。这项物件，我认为啦吼，其实不断在形成吼，大家不断在加入，啊有当时会搁变化、搁演化这个过程，这我个人真粗浅的这个看法啦。但是除了食农教育，除了互大家搁认白以外，去发觉这个过去这个物件是不是还是真重要？是，咱台湾的历史吼，开始有写历史以来吼，差不多400几档。这400几档吼，无共款的人群吼来到台湾，啊，无共款的政权来统治台湾，啊，所以呢，因的政权也好，人群也好，来到台湾以后，因甲因的文化拢甲早来台湾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哦，一直咧接受国外，还是讲岛外一寡文化吼，一直咧入来。啊，所以咱也未消化了，就马上佫有新的入来，所以咱已经习惯上讲到，咱台湾真丰富的物件，嘿，啊，所以像遮丰富的物件吼。流失嘛真紧，种新的物件入来，咱旧的就袂记哩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流失真紧。但所以咱真个真个珍贵的文化吼，是讲
应该要有一什么好的保存，还是讲记录的方向，方式吼，来甲保存落来。啊，但是咱即摆做的工课啊，即个部分做了是真少，啊，佫无够。是尤其是比如讲，咱较早台湾有一寡菜谱，老的记录每一个餐厅吼，安怎做这个菜的一寡记录吼，咱即摆是真少看到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一寡老的餐厅吼，嘛真紧的，尤其是即几冬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也叫实际上疫情进前吼，一寡老店就甲咱讲吼，就讲。少年的无爱接，啊，请的总铺来吼，即个总铺中爱迄个基准，迄个劳动基准法吼规定吼，照时爱下班时间到爱下班，啊，人工佫贵，啊，厝税也起悬，所以因的经营愈来愈艰难，啊，所以吼，到即几冬以后，尤其是佫受到疫情的影响哦，即个老店是很难撑得下去，所以如何讲，甲即个老店甲记录落来。甲即个师傅的经历吼，因本身的经历甲写落来，尤其是需要一寡美食家，即美食家去记录每一个口味。恁两个拢有答应完，明仔载明年就开始来做一个节目哦。所以这个工作真重要，但是咱一般来讲吼，不管咱的文化部也好，还是讲地方上的文化局啊，这个部分做了真少。一般拢办一个，比如讲评鉴，还是美食比赛，还是美食展，就了啊，这了就无刷来了啊，所以这真可惜的。比如讲即马咱台湾农会有一个发想吼，真好，就是讲找一个阿公阿嬷来甲因心目中吼，因的美心吼，甲做出来，互大家来分享。但是就是讲，这个活动了后，这个物件，这个知识啊，这个智慧。要哪甲伊保存落来，这都无去收到，这是真可惜。所以我是感觉吼，咱的这个文化单位，也是讲一寡财团，也是讲一寡基金会，实际上会当朝这个方向吼去继续努力。是，这就是讲，除了这个溯本根源找物件，吼以外，佫有一个吼，我甲超人我有讲过，讲真侪物件啊需要吼细节化，吼精致化，所以吼。就比如讲，头人记一个日本的例，敢若汉字百种就提出来，就做科学化，吼，甲你分析，啊，互大家认捌。哦，啊，即种吼，恁大家即摆真爱食的物件，其实足甜的。咱过去的物无遐甜，但是有酸气。吼，譬如讲，咱的正来，吼，咱的旺来，如此这般，啊，咱的这白布，咱过去的白布是用太白粉，落去做，甲即个用迄个乳化的物件，佫无共款。法国的太白粉，吼，法国的太白粉，法国的太白粉，啊，这种物件，所以咱这精致化，啊，甲这个庶民美食，像静怡吼，你会当，咱小等下咱看这个卖吼，像咱看这个，就是超人要来甲大家吼来表演一下，看讲，咱这素上咧食的这个饭汤也好，卖也好，安怎会当互伊精致化？但是一般人，尤其你咧面对的是大众。恁咧写的时阵，安怎爱甲讲，你平常时食的是袂歹，啊，但是也有即种，但是咱实际上啊看了，这有阶级性的，吼，真侪美食啊，佫有阶级性的，这要安怎来处理？还是讲，这毋是你即摆会当来处理的代志？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代志，嘿，就有社会就有阶级性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是。啊，而且伊是表现伫即个餐厅内底，哦，譬如讲有的餐厅。伊毋是讲你普通人就订会到，你安怎订就订袂到，啊，就爱靠恁其他的朋友，还是讲关系，安尼，佫爱送礼，即摆送礼，即摆佫送礼。嘿，啊，所以讲这是一种会存在的现象啦，啊，毋过嘛毋是讲绝对讲，可能干那10%有这个情形啦，啊，其他我感觉嘛是讲，当互咱所有人拢会当享受。是，超人，你上下尾甲咱讲一下吼，你即摆桌顶摕即个物件，是啥物物件？哦，这是日本人吼要做菜阵度量衡的工具。他们量米、量酱油、酒都有一个度量衡的工具，然后这度量衡的工具呢是用漆器，而漆器是中国早期我们从中国流传到日本去的东西。那这一套你要拿来量米、量酒。
可能要台币3万块。可是我们台湾的人应该从来没有人买过这些东西。我们大部分我猜在99%家里都用大同电锅送的那个塑胶杯就量完一辈子了。那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深度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杯子塑胶的氧化到已经都不透明了，买来的时候是透明的，最后都不透明了，然后我们还可以一直用下去。然后，但是日本人却用漆器来传宗接代，甚至于最后可以变成古董。那这就是我觉得认知的问题了。哦，就是真侪物件要认真来对待，哦，啊认真来研发，哦，这个物件才有当来传承落去。哦，所以咱即马吼，咱就随时来看这个饭汤甲这个卖安怎来做甲细节化，啊，甲咱平常时食的有啥无共款？到底来看卖。哦，咱讲到切姜吼，咱即摆来看这切姜吼，这有影现切的，就是甲你去买无共款。啊，泡过药水，你马上就闻到这个老姜的味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咱咧食物件，咱要讲美食啦，吼，你物件就是要有味嘛。啊，有的这个姜，甲你泡到安尼就是无味。咱即摆要做的啊，超人，你甲咱小讲一下。好，这是我用生的米啊。然后加水，就是慢慢去煮。然后呢，我是用那个台湾的那个香菇、虾米，然后油葱先去炒过。先炒过。对，炒过以后放进去，然后呢再跟这个米一起下去煮，然后慢慢等它熟，这样。那因为我觉得粥很好玩，粥呢台湾就是一碗米你就全家人都吃到饱了。所以说，粥其实是以前我们农业社会很穷的时候发展的。那现在我们慢慢进步了，然后也因为刚刚我们讲到阶级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说，我昨天有买什么东西，有剩下来的食物，或者是说，我这个时令是什么？像现在有很好的那个蚵啊，或是小卷，我今天有准备小卷蚵啊，然后布拉提，甚至于我有准备一条白鲳，就是这是正白鲳。你去外面吃到所有的鲳鱼米粉啊，都不是台湾的鲳鱼，全部是菲律宾的。因为那个一箱来呢，400只，一只才70块。那台湾的白鲳这一只啊，1600。那所以说，就看你的决定。可丰可减啦。对对对。那如果说真正那么好的台湾白鲳啊，这可以生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待会我们煮完之后，它滚了以后，我们就轻轻放进去。哦。它完全不需要多余的事情，然后它就会出现甜味。哇，对，我听到哈。然后呢，包括这些蚵啊，如果你是早上买的新鲜的，你连太白粉都不用放。如果你要放太白粉，就是它有放大的效果，就是比较好看、比较亮。可是呢，我们待会可以就是非常简单，一样简单就放进去，它自然就会跟这个汤的汤头融合在一起。所以咱这本底就是用滚水就好啊。对。啊，免什么鸡汤，免创咖安尼。其实如果你要求要更多，可是因为我意思说，伤杂的。对，我的意思说你的主轴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如果是要吃很清的粥，那其实油葱就已经刚刚他讲，油葱就是，然后有香菇。灵魂。对，那你到时候主角你会 confuse。就说你今天也有鲳鱼，你又要鸡汤，那你最后弄到会太丰盛，会变成一个杂炊。哦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准备了新鲜的香菜，然后又有芹菜珠，然后又有葱，所以呢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的，最后你喝到这个粥的时候，它会有非常多不同的跳动，然后最后一定要加上一个现磨的白胡椒，然后这是灵魂。对。然后呢，像我们做菜的人就会知道说，芹菜的底部是味道最重的。对，所以它一定要放进去。然后放的这个过程呢，甚至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自己决定，最后一层一层的。我们先把这些材料处理好，它会让这个粥它有不同的风味。然后姜我们其实可以先放进去，因为姜啊在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温暖的感觉。老师，这做法看起来吼，这江湖一点过来讲话无简单。是。哦，
但这就是咱人的生活方式，咱平常时习而不察的这个代志。就算刚才师傅讲的吼，咱较早农村吼糜，尤其是各种的糜吼，对咱农村就真重要。咱较早农村有当时啊要一日爱食5顿，除了三顿正顿以外吼，啊两点心，啊两顿的点心吼，这真济就是用糜。啊糜你啊煮一个蚵仔糜，啊一金龟糜，还是笋仔糜，就真好食。所以只要甲所有的物件揽做伙吼，兼糜做伙煮，交饭做伙煮吼，哎煮起来，你就唔免搁配料，唔免搁另外准备一寡配料，就感觉真丰富，真澎湃啊，真澎湃啊。所以农村对较早的社会来讲，迄糜吼是真重要一项物件。是，我就会记我真细汉时，因为阮客母吼是高雄南的人，因阿哥咧做田，哦，迄个下晡3、4点啊吼，哦，迄个田头糜吼，光去，规鼎香公公，踮咧这个一个田中内面啊，足香的呢。主要这大自然的气味，我到即马已经50几年啊，50几当我会记的，迄个味啊，所以我睇闻到这个味哦，你会真成啊。因嘛无咧用什么鸡汤做鸡底啊，但是静怡你有看到这个做饭汤，还是讲台湾即摆还佫有咧做饭汤的这个餐厅，敢有是讲火锅店？伫迄个东港吧。万丹，万丹迄个所在，伊就足侪间咧卖这个饭汤。佫有饭汤吼。嘿。无就东港早起因海产卖啦。是。吼。即摆料要甲放去。咱头拄讲到即个饮食的教育啊，其中有一项我感觉上重要，就是妈妈爱家己煮菜。妈妈爱家己煮菜。因为妈妈煮菜了后，就去问即个小孩讲，啊你食了感觉安怎？你顶下食的较甜还是较咸？啊即个芹菜煮的芳气，你会知影无安尼？就是讲讨论啦，爱讨论。这种细微的感觉其实为生活开始的，所以讲因为即摆就是那个叫什么？女性就都在外面工作，伫外口咧食头路，所以讲伊较无机会去煮菜。啊，若是有煮菜的机会，就是会当甲囡仔来讨论。所以咱这两性平等吼，爸爸嘛都爱来煮菜，是。爸爸嘛来试看卖，老师你嘛爱试看卖，有啊，常常咧煮菜哦，是。就有影，这逐工爱实做，吼，逐工实做，你才会调整。咱来咧餐厅食吼，咱就会食着讲，这个师傅是老师，还是新情啊？是。吼，伊咧落糖，这落糖的顺序，伊都无共款，咱就食会着这种味，这种代志吼。哦，这规鼎卖看遐，真澎湃啊！咱头称2公米嘛，吼，一杯而已。对，只有1杯而已，就煮甲遮澎湃。对。咱再济料。对。无啦，这特别为了节目啦。为了节目，咱遮兄弟姊妹啊，即马长夭夭啊，吼。咱今仔日呢，对这个米其林讲甲大吼，其实我感觉上重要，台湾爱建立这个文化的自信心。是。吼。唔通讲啊，别国际标准有诶就是好，啊无诶就是歹，吼。应该台湾啊尊重咱自己，啊问咱家己是啥物物件。是啊。吼，这我是感觉这是不管是饮食文化，还是其他诶这个领域，吼，学术嘛是共款，吼。啊学术咱台湾人安怎家己看待咱家己？这个物件建立家己的这个 convention， 这传统，我感觉尤其一项就是煮的人，实际操作的人，评论的人，吼，啊，佫有研究的人，啊，佫有像阮这种食的人，吼，这4种人爱结合到阵，吼，啊，这这个现活的这个来胡椒，哦，真棒，现活的这个胡椒，这现活的胡椒。对，早上我到中药行，叫拜托他磨。这个现场活的吼，这有影。这种芳吼，袂互你拍骹唱咧，
啊，搁有一点我感觉会当注意，就是讲，咱即摆已经是国际化吼，会当去世界各地行行的，像咱讲到即个蚵仔煎，其实蚵仔煎毋是干那台湾有呢，闽南地区啊，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因拢有蚵仔煎。啊，咱共款平平这蚵仔煎，咱伫即个蚵仔煎的世界内底，咱会缺点伫倒位，咱的优点伫倒位，爱会当知影。爱甲人会比拼啊，是不是要坑这侪太白粉？好，以前因为要没有那么多鹅啊，那要那么多太白粉。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多一点这个，而不是多那么多评鉴。对，我觉得这些比评鉴都重要。真好吼。对，就是海，因叫做海螺饼啦吼。中国人叫海螺饼吼。潮州啊，潮州人用了真济吼。啊，韩国人用米粉落去讲吼，啊，海鲜饼吼，做甲安尼。啊，迄可能也是山东啊，后人安尼做吼。然后大家要吃的话，我看我把那个鲳鱼片一片进去，对，当然，啊，有这种过桥式的方法哈，跟咱台南那个牛肉汤的感觉赶快。其实最好吃的一定是最单纯，对，一定是最单纯的，对啊，因为那个以前要快，因为要吃起来有感觉，你就是煎这个鲳鱼啊，个静静 OK。对，啊，然后那个汤就会变浓郁。对，啊，现在可能我们如果那么新鲜，不需要加个对，你反而会觉得更。大家胆固醇，卡这派拢排解胆固醇美啦。对，你会觉得说，搞不好这样才是更新鲜的方法。哦，这类棍啊哦，对，这样鱼放进去就可以吃了。这应该是生食级的哈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假设6分那些，哦，5分那些，哦，这有影真香，请你来评看卖。哇，哦，这真澎湃呢哈。对啊，我在日本煮给这吼21世纪美术馆的馆长吃，他说他每一年冬天都想到台湾的咸粥，因为日本人没有吃咸粥的习惯，对，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去吃什么 risotto？ 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咸粥变成 risotto 呢？我们也可以煮成一粒的，也可以煮成中间 medium， 也可以煮成。对，那这个才是我们的方法嘛。好克哎，好暗哎哈。对啊，可是我们只学会说意大利面要煮成怎样，可是我们自己台湾的 standard 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事。来，差不多。等一下我把这鱼放进去。咱这我特别去买这古董的汤匙啊。好。这连这汤匙啊嘛有一个典故咧，以前汤匙啊无这个空喙，是北投这飞鸭厂吼一个枪店，伊讲吼，我若是送药了吼，我若藏的，这油拢会无去，正康用掉的，所以台湾的汤匙啊有这个空，对下来，就特别去买啊，这个补充油，这带去北投买嘛。无，我伫网络顶头，拍北投迄无啊啦，不，北投飞鸭厂拢收起来。以前日本，来，好，可以了。哇，来，超人来。我这千万看白泡泡又咪咪。来，镜头小来看一下哦。哇，拄好透中道。来，卤水优先。好。卤水优先，先加一喙哦，大家小乒乓一下。哦，蚵仔这大面。对啊，料好多。
甜甘蔗呢？很鲜呢。很鲜哈。嗯。来拿是的。哎。而且香气就足的。哎，剩50秒哈，这种人你要落来吃无？一定爱。要落来效果无？所以呢，今仔日哈，真荣幸哈，邀请到3位。超人你家己来。没有，要紧，恁食。来，我先来替观众朋友来试看，先食这个枪，这个枪，哦，这是过水的枪。哦，真好，真香，真鲜，真鲜，吼。为了大家，我就加一寡汤，参与放入。哦，观众朋友你来看，这吼，这咱唔是咧做美食节目，吼，咱是咧讲美食。